好，咱开始来读日记。1638年2月初8，咱顶一回2月初1读足久诶，一篇就长诶，读过可能要一半时间。好，2月初8，有两只运飞仔诶商船航回厦门。伫读进前我甲各位报告一下。其实我进前一直咧读即个 junk 即种船用客船当然是教即个华语，华语是当然是音译是对，我无确定是不是英文或者是对外来语直接音译来用客船容客但是我知影讲咱台湾较早Formosa 伫咧足久进前对即种船诶叫法绝对毋是安尼叫你一个大人，我相信，或者是讲迄当阵诶台湾伫 Formosa 遮在地诶人应该毋知影伊叫做 junk， 或者是嘛袂晓去安尼叫伊。因对即种船即种物件，其实毋是啥物新发明诶物件是足古早以来就有即种伫水上咧航行诶物件。即种物件无啥可能去新发明一个叫诶方法所以我一直咧想讲，到底要安怎叫，要安怎来，咱咧读诶时阵看到即个容客船要安怎念。我嘛真正毋知影因到底安怎讲因迄当阵诶语言到底是安怎讲。我迄当阵我本来一直咧想讲要去请教一寡老先辈一寡伫咧台语课内底笑面目，但是我听讲人其实人无想要插我，人毋知影无爱插我。结果我有看到王家英先生伊伫咧伊诶文章内底有安尼写，伊有写旁船伊诶旁毋是咱所惯习写迄个旁船迄 sailboat 迄个旁旁部诶旁伊是写篷就是相逢迄个逢，但是顶头叠到头诶叠到头诶旁其实我一直无去看查过迄个字典我无确定是毋是读做旁，我查者因为我迄当就直接诶，就是认为就是读做旁船嘛，因为自我所知，我自细汉看到迄种有旁诶船，就是叫做旁船嘛，无啥物好讲我查一下讲字典。OK， 华语叫做篷诶款对篷船无无，我要查毋是，我要查是即个汉字发音。会当做读做篷，读做旁，读做篷旁部。其实即个旁，所以台语较即个旁部到底汉字要用倒一个？其实我家己较早一直认为讲就是风帆迄个帆我即马看简字典才知影讲旁部嘛会当用即个德字头诶相逢即个即个旁字来写旁部所以相款嘛，篷船就是帆船伫台语内底诶叫法就是篷船，就是相款就是帆船，拢叫做旁船OK， 所以我无想对嘛旁船所以用客船就叫做旁船，足合理诶嘛，因为因就是拢有旁诶船嘛，所以以后我就拢改直接叫旁船伊伫咧即个日志内底直接出现小容客船所以我较早拢直接就是读细只容客船，但是我以后就是细只旁船小旁船用junk 容客船，我就读做旁船OK， 除非恁倒位阁有看到啥物资料知影讲我安尼读毋对，恁则甲我讲一下好，咱
就安尼讲啊吼，读毋对，要差要几啊个月去啊，容易读毋对，嘛无讲读毋对啦，就毋知要哪读啦吼，所以只好空出白吼。2月初8，1638年2月初8，咱开始吼，有2只运飞仔商船航回厦门，其中一只载有50个人，另外一只载有36个人。载运转去的有12担鹿仔肉、25担红色的大香木啦吼，抑佫有30桶对公司无路用，所以被拖转去的飞仔瓷器啦吼，飞仔。今仔日也有4只渔船出航，其中一只载鱼转去金门，另外3只要去本港，以及其他的福尔摩沙沿海掠鱼。其他什么意思？其他福尔摩沙沿海掠鱼吼 ，OK。2月10号。无特别的事，也拢无啥人会用客船出入。2月11，有一只用客船，歹势啦吼，有一只篷船吼，载着75个人航回去厦门，只敢若载有20担鹿仔肉。2月12，有2只渔船出航，分别前往金门和烈屿，一只载有16人，另外一只载有11个人。运去迄边的只敢若有生好的乌鱼。今仔日队长 John Urasens， 各会记得这位无？带队去探查黄金的吼，顺领伊带去到卑南的探险部队转来吼，伊报告讲，伊个正月30日攻击了太麻里村庄，并且甲因烧掉吼。军队经过罗安，伫2月初1来到卑南的头前吼。伫遐，甲当地的部队摆好阵势，经由新仔人翻译员陈活还是陈活啦吼，会居间联络，经过伊联络，安排了卑南政府的首领和荷兰的队长会面吼。相谈无偌久，双方就达成合议咯。为着要确认该合议，卑南的领主甲伊来见面的时阵所伫伫头壳顶的周延空金仔吼，整个步入铁皮的即个帽仔来赠送互该队长。相对呢，该队长也赠送伊适当的礼物，就是一顶土色的帽仔和一顶红色的天鹅绒，用来共款来确认迄个合议吼。过当日应迄个领主的邀请，就将全部的军队分做2队，行入去该庄头。伫遐全部受到亲切的欢迎，按照因的方式被温群招待。伫迄当阵，迄个队长和迄个领主以及其他的人探寻所希望会金矿的代志。因宣称讲，伫迄个金矿伫一条称作达瑙的河里，达瑙河里。距离卑南还有3天半的路程，伫该河边仔有几个大个和小个庄头。以早卑南人捌去攻击迄边的一个小庄头，甲因拍败，对因的厝遐处置一寡保利西亚金片吼。
因现在也保存着迄寡必金片，虽然队长真友善鼓励因，请因来带路，但是因毋肯指示迄个所在互阮，因为因也毋捌荷兰人的性格，和荷兰人无确实的经验，因此也袂当决定同齐来行动，因为惊讲伫咧途中被杀害，后壁空白，有一段就是空白，和即寡人无法度交谈，而且佫空白。不过，和荷兰人交往一段时间以后，将来佫空白，将会当了解，以便迄当阵会当期待，后壁空白。因此，就将外科医生 Martin Wesley 留伫避难，甲即个医生留伫遐，咱来看这医生会对注脚安怎写。讲1635年到1636年伫日本治疗过末次屏障甲日本人安怎来结酒？日本人哪有可能即当阵会晓结酒？可能是结因荷兰人的酒1636年被任命做外科主任医生3年，升任下设上务员。1641年9月被谋杀。即有一个词叫做塔马加鲁，就是第869被谋杀。伊安尼写即个词塔马加瑞是啥物意思？看好，就将即个外科医生留伫避难，咱转来伫即只。伊对书写真有经验，会当为此多方研究，比伊更较好的基础重新进行即项代志。就是讲，伊靠伊的经验会当研究出更较好的基础，重新来进行即项代志。上述即个领主伊来承诺，为着要继续所缔结的合议，伊会证实伊的帮忙甲协助。上述避难伫咧一片平坦的农地之上，种实真侪槟榔和野紫树，人口约3000人，其中约有1000个魁伟的战士。魁伟就是汉草足好足溜的剑士。武器有弓箭和15尺长，甚至是18尺长的矛，还佫有6、7个小砖头附属伫该砖头。会场经过了迄个被毁坏的太麻里的时阵，该村庄的首领来见吴方的人，承认已经遭受所发生的灾难，谦虚来请求，互因会当受到荷兰人和平的庇护，也被接纳为盟友，并且允准因重建因已经被毁坏去的村庄。因此呢，已经互因符课，批准因的符课批准对啦，甲因批准。2月13。今仔日快艇 Odewater 号出航，要直接航往巴达维亚，载有以下的货物。等下我看手机还佫有电，31%应该无问题好，载有以下的货物：78200外的精美的肥仔和9800外的粗肥。168,000斤的砂糖，23,000斤的面环，842两5钱的黄金，以及对日本要送往巴达维亚的47000斤铁条，7800斤樟脑和65000斤白蜡，总价值是91700外毫盾。
该动 All the Water 和出航的有快艇 Delph 和伊载有72000外的粗肥、1200外匹蓝色的空眼布和2800外张金丝。金丝为什么是叫做张呢？金色的丝线啊。总价值是6561毫吨。今仔日快艇 Clean Britain 号出航前往芒港，要去甲仓库里的石好，尽量对遐运过来取地，以应即个城堡建造的需要。2月14。队长 John Julians 的军队剩的士兵行路转来。2月15。有一只渔船转去的载有22个人，只敢若载有少量的咸鱼啦，我口口安尼讲。2月16有强烈的北风，因此要转去西奈用客船毋敢出航。2月17。有一只商船前往厦门，只敢若载有碲舱门。有2只渔船结伴前往烈士，载有咸鱼，每一只拢载有15个人，也有一只前往芒港，一只前往本港。陆续出航，各载有15到16个人，要去掠鱼。2月18。船主斯瓦良的运师用篷船过来航回安海，载有170个人，包括商人和船员。这个是船主叫做斯瓦良伊的运师的篷船。载运转去的主要是对因所载来的货物所得到的现款，约略是空白，无写偌济毫吨，以及50担鹿仔肉，即寡鹿仔肉拢已经缴纳11岁。2月19。今仔日有一只篷船早适当的通行证和符口，载有一寡盐甲米，前往即个沿海的北边要伫淡水附近掠鱼，并且收集鹿皮。2月21。无重要的事。2月22。快艇 Clean Britain 号对芒港满载即个城堡建造工程所需要的石好转来。2月23。有一只小只篷船小篷船对烈士来到台湾，载有35个人，只敢若载有5拉斯的米。2月24。有一只篷船对打到载2拉斯半的米来，是伫遐和其他所在先仔人所买的。2月25。牧师 Junius 对新港来甲阮讲，下士 Warner Sprossman 对放所仔写批甲伊讲，含阮缀号的村庄 Boran 和崩端有几个人来多拉托村庄，要来和住伫遐的先仔人交易一寡管仔鞋仔，就是锅子鞋仔，或者有人讲鼎和其他的物件，就像本国个5号所交易的安尼。多拉托克的居民挑工要谋杀因，所以公然来突击因来忽然甲因攻击啦甲29个男女真可怕来杀死。若毋是所剩的人赶紧逃走，被谋杀的人数可能搁较侪，因为即寡
嗜杀成性吼，这个嗜我查一个甲字典，嗜好这个嗜，就是读做诗吼，诗就是爱吼，爱食就是诗吼，欢喜的意思就是诗吼。因为即寡事实性的人，犹阁要读因吼。又阁讲，放所的居民并无热心督促少年人去学校，颠倒是有够难死啦吼。但是呢，大目连人却真恳切来请求爱派遣一个荷兰人去遐做教师，因愿意挺现建造一间适当的学校。又阁讲，迄寡经常来放所收买米和落皮的先仔人，伫咧收买即寡物件的时阵，定定用各种虚构的借口来当地居民勒索欺诈吼，互迄寡居民真无愉快吼，真无欢喜。又阁讲，有一个塔加利亚人，以早掠到一个公司逃走的奴隶，甲伊拍死。迄个塔加利亚人伫咧接到上级政府的命令了后，命令以前就已经伫咧塔加利亚被处死了吼。Junius 也讲，最近大母人的使者来到新港，大母人是大母人是好母嘛吼，使者来到新港，请求派一两个荷兰人去因的村庄吼，去教导因进道，并且去起造学校。伊请求长官为此允准派遣谦虚又阁有能力的人去。这是2225，过来2226。无通好记载的事，2227。有两只小胖船对着输到台湾吼，一只载有17个人，另外一只载有15个人。如果另外有一只胖船来到位吼，载有价值真少的物件，总共载有11个人。2228。有一只胖船来到台湾，载有30担的鱼，载有15个人。个结束3个。3个初一初二有相当强烈的北风，无特别的事。3个初3有一只胖船对西南沿海的历史来到台湾，载有约3垃圾的米和半垃圾的盐，并且带来互人真兴奋的消息，讲道爷伊会对有字卡吼，道爷咱正常老爷啦吼，即只即只像道爷应该是官员吼，长官啦，长官道爷前一站时间被皇帝调返上北，要去被质问关系一件伊被恶意诬告的控诉。皇帝为伊发行通行证，互胖船去外国贸易的事情的代志吼，也时常被妨害和反对，就是这项代志可能原来会出问题啦吼。等等，但是这个道爷又阁已经转来漳州了，受到伊的部属特别兴奋的欢迎。该道爷无去到宫廷，
并无去见过伊为着即个目标要去觐见的皇帝，而是伫伊上北的半途拄着皇帝特派落来的使臣，甲伊讲，上述皇帝对该盗爷案件已经命令人调查，发现该盗爷是被诬告的，因此皇帝命令返回南部，恢复伊本来的官职，和一寡悲观的先仔人的看法颠倒。颠倒无共的是，即寡先仔人毋若认为上述的盗爷无法度通转来也烦恼台湾的贸易会因为安尼产生阻碍，愿上帝保庇，互贸易搁较得以自由，而且持续来发展。也知影讲船主本地奥克的迄个篷船已经装运丝制品和大量的黄金，将伫个8天到10天内会军岛前来台湾，就是本地奥克的篷船。对日本来的便底船 Peyton 号今仔日到台湾，停泊伫港外北边沙洲区的下面，载有要互本馆的17万两丁银，以及巴达米亚需求的3500包米和1200包小麦。港船所带来的议长库库巴卡写伫个2月17号的内批，以及其他的物件。看遮内批有注卡，无重要，偏好尔。好，以及其他的物件，主要是写讲，顶一个季节对此地可能是日本以及其他地区对此地是应该是台湾以及其他地区送去日本的货物，伫遐获利就伫遐得到利润是154,000豪吨，相当可观，感谢上帝，阿罗上帝如果讲商务员 Caesar 所派运糖去日本的迄寡广南的篷船，当中有一只伫个会场中遭难，所载的3万两银和所有人员拢丧死，只敢若有5个人用舢板得到救。有2只Nagasaki的篷船也发生同款的代志。此外，又搁讲伫阿里马会半岛啦，即个咱早过读做半伫阿里马的半岛就是油马阿里马的油马，估计包括老的、少年的，总共3万人这应该是咱之前有读过的，伫阿里马遐叛乱遐动乱，讲估计差不多3万人因逃入去一个已经荒废了油马领主的城堡里，就是迄个阿里马领主的城堡里咱搁讲这算一个教案就对啦就是因敢若天主教徒，因走入去一个城堡阿里马领主的城堡，尽力固守，因日常互围攻的人遭受真大的损失。2月初3，卢索治的领主，看对注卡写啥？卢索治的领主就是梁造氏龙造氏刘造治啦刘造治的领主打算要用伊的军队来夺取该城堡却被打败，死了600外人，受伤的还无计算在内背后 Fingo 肥后背后的领主带伊的军队伫阿里马和其他的军队会师，和萨摩咱顶回讲即个萨长同盟
萨中动员吼，这是日本明治维新进程一个最重要的两个叛国的这个革命吼，一个萨嘛，一个萨摩，一个叫做一个长我才袂记吼，长州啦吼，萨摩长州长州吼。OK， 和这个阿里玛背后的领主和阿里玛的军队会师和萨马来的军队合起来，现在你围攻的军队有7万人吼。长官和义，就是顶头这张批就是你继续你报这个消息吼。长官和议会今仔日决议要对拄则到日本，毋是拄则对日本来到遮吼，再有17万两丁元以及巴达米亚需求的3500包米、1200包小麦会被改成配腾号吼，要对这配腾号要用2只希腊人的帆船去甲米600包落来，以及170箱日本元吼，要落来互台湾商馆，也要派公司的小船，这只小船只写小船吼，无写啥物船吼，滚岛去落货，该船所让出来空间要装一寡粗的和油的灰仔，和冷气就是用布吼，等等的物件。而且该船配腾号一旦准备好，就要出航经由广南前往巴达米亚。广南咱较早读过伫看过啦吼，伫越南遐。而电奥特号嘛将定为最后一班啦吼，最后一班本柜派往巴达米亚的船帮，除非瑞入号也阁会当及时对日本来到台湾遮吼，并且会当装载好远前往巴达米亚，啊若无这只船就上尾一班啊吼，电奥特号。伫这种情形之下，电奥特号将袂互伊留落来，就是讲若有另外一只船来啦吼，要电岛要派伊出航。好，3月4号、5号。这2天拢无特别的事，敢若继续你无用对伊迄配腾号来落货。3月初6，有一只帆船载有15个人出航前往淡水掠鱼，并且收买落婆。3月初7，有一只帆船航货列士载有约20担的咸鱼，载有17个人。3月初8，又阁有一只帆船前往该处，载有59担鹿仔肉，这寡鹿仔肉已经入10米色，载有24个人。3月初9，船主Joseph吼，坐伊的帆船来到厝地港内，载有250桶和200篮的灰仔，2垃圾米23錠黄金，载有33个人。今仔日下晡，也有下列的帆船对西南沿海探着海风来入港。就是一只商船是对厦门来，载来3000个碗和3000个盘仔、粗灰仔，10垃圾米，载有70个人。一只渔船是对乌色地来吼，载来2垃圾半的米，载有15个人。另外一只渔船是对厦门，载来1垃圾半的盐、1垃圾米，载有14个人。3月10日，船主本地的帆船意外来到台湾吼，载来下列的商品，
5000匹西陵，6000匹镜陵，3500匹一里面，83埕黄金，250担白青丝和50担黄丝。因为即只船到位吼，长官和议会决议要甲已经装船试行就要出航的变水船批准好要甲留落来，用来加装上述的83埕黄金。而等凹凸号要留落来，等到搁较侪黄金再来吼。即寡黄金今仔日确实知讲，无偌久就会由船主漳州篷船载运来吼。今仔日长官万德伯阁下接到两张批啦吼，是迄个外科医生马丁威斯林派人快速送来批信吼。一张速期是2月26号，另外一张速期2月28号。伊奉命留伫咧做军航运革命帝号的村庄卑南嘛吼，用来探查所希望的金矿。伊伫咧上述的内批讲，伊伫咧2月14号去探访过卑南北边的几啊砖头，包括沙基拉亚、乌拉曼和达拉古这三个砖头。又讲，上述村庄约有2000个会当作战的查甫人吼，因的武器有长矛，又搁讲长矛啦吼，长矛。又搁讲，伊已经设法互卑南领主和公司的帝号更加强固。卑南领主也乐意继续帝号，因此已经下令卑南甲伊属下10个小砖头爱归顺公司，并且像其他附近的村庄安尼，和公司结盟起来。而且泰马里的人也已经答应要如此军队。又写讲，卑南和附近村庄的居民收藏真侪鹿仔皮，用即寡鹿仔皮交易铁鞋啊、铁钉啦吼、空眼布、漩涡和针线之类的物件吼。阮会叫较读做针啦吼、针线之类的物件。最后写讲，伊去看过伫卑南北边1小海里处的一个海员吼，发现迄个海员会当互篷船入来停泊，并且适合登陆。等下吼，我来看一下即个海员什么所在。卑南就即马台东市的西边遐尔吼。我要看下，我要用地图。我电脑慢吼，小等我一下。卑南，台东卑南其实是即马卑南是较内陆嘛，台东市的西边西北边遐嘛吼。台东市是外海，外海的，伊讲北边1小海里所在一个海员吼，1小海里，1海里偌长其实我嘛无介清楚吼。差不多5公里，10公里以内是都兰吼。我毋知你讲是倒是倒啦吼。
毋知伊咧讲佗是海湾啊，还是？好，咱继续转来伫市遮继续读了吼。读到做去。哦，迄张批，讲迄个海员会当互芳船入来停泊，并且适合来做起伞的所在吼。而且除了会背风、会东风、甲东北风以外，什么意思啊？会背风、会东风、甲东北风以外，其他所有的强风拢会带来伫遮避就对啦吼。除了透东风、透北风无法度以外，OK。今仔日有两只芳船对西南沿海来到台湾，一只载有16个人，另外一只载17个人，总共载来12拉斯半的西南米，是带伫咧厝地西南人极其需要的物件。3月11，美尾船佩坦号出航要去巴达比亚，所在的航母总价值是88000豪吨，主要的有106顶的西南黄金，42000个精美的含粗的各种灰仔，4000匹的空眼布，11000匹的蓝气，769斤黄色的染料染色用的料，9200张金丝，1000箱丝帽仔。该船奉命要经由广南去载上级商务员阿伯拉罕戴克所写关系着交址的国情和公司伫遐的状况的书信要去载即张批啦去交互总督阁下和东印度议会。即张批是上级商务员阿伯拉罕戴克所写的关系着交址的国情和公司伫遐的状况。交址交址。我较早读的交址是讲就是越南啊，看是毋是查一个交址。即嘛伫搭越南北部红河流域红河即只古早名交址就是越南的一个所在啦看是北边，所以是我点一地图好啦，知影伫遐好啦，电脑要显啊，因为我电脑是太慢。好，咱转来第四只3月11号的今仔日有一只芳船载有16个人出航前往放索要去遐收买米。又搁另外有一只载53个人载有30担鹿仔肉要航转去厦门。3月12，有一只芳船载有20个人出航前往本港溪，要去遐要收买鹿皮。3月13，牧师 Robert Junius 和 Gerard Lenius， 是毋是牧师？以及商务员 Conrad Salomon 对伫南部的大木莲村庄转来因是因为
当地居民恳求伫因的村庄里建造学校。而伫本个月10号，被长官曼德伯阁下派去遐。因报告讲，当因到遐的时阵，看到遐的居民对建造一间适当的学校，和一间互探访团都徛起的即个厝，拢表现了真热心，并且伫咧短期间内就起造完成。该砖头人口上多，人口真多，有空白，毋知影偌济人，数字无写。即个砖头是大目连伊拢毋捌解释过，我嘛毋知即大目连是啥所在。伫南部伫咧台南的南部，大木连即个目是插头迄个目大目连，连就是连线相连，大目连我是读做大目连大目连嘛会使3月14，大目连就是白话读法大目连是文言读法。3月14有2只胖船对厦门来到台湾，再有核色糖，就是咱叫红糖啦核色的糖是红糖嘛。再有红糖甲米，也有一只渔船对澎湖来到台湾，再有14个人，再有3粒小米。今仔日也有2只胖船出航前往厦门，总共运出50担的鹿仔肉和一寡咸鱼，总共载有82个人。3月15，有一只胖船对烈士到遮载有35个人，另外载有5粒半米。我看安尼一天来来去去伫咧厦门甲台湾就是福尔摩沙遮，人来来去去的一天安尼几十人来来去去。3月16，快艇 Clean Brandon 号已经互彻底来修理好了两边的船舷相隔船舷台语要安怎讲我袂晓。我真早只咧这应该就是读做舷啦舷的应该是读做舷，应该无什么意外啦。伊这字就是读个字平尔形声造字原则形声就是取即个字的音，读做舷字典嘛写舷，舷就是船舶边旗舶啦舶是啥物件？我无船边的大条纹，迄个愈解说我愈看无知你写啥。船舶安尼我来查一下船舶即个舶是啥物物件？大日大书店，船舶。船 CHUN 第5声 PO 第1声对啊，袂记切换。船 CHUN 第5声波第1声 PO 第1声。船舶讲就是船的沿就是边啊嘛船的端我看觅咧日文的原文是安怎写？船的沿当然看船的端，这是日文的写法还是安怎？端船沿船舶伫倒位啊？船舶
准保伫遮吼，我看日本版诶原文啦吼，准保伊写，伊真正就是写汉字写准单甲准言吼。富那贝里甲富那巴达，富那贝里富那巴达。言咱知影啦，边啊吼，单我毋知吼。这日文啦，咱若有兴趣，再个咱过来查日文一下，看准单是讲啥物件。富那贝里富那巴达，但是这日本时代日文吼，即嘛查毋知有看会到。我用日本输入法。富那巴达，真正就是汉字的准单。26分啊吼，所以咱可能袂当去读诶。准单就是富那巴达，是 side of a boat 哦，船诶边啊啦吼，船诶 side 的沿嘛吼。好，读做弦啊，伊汉字嘛是写弦，会当读做是。即个日语诶一个足好诶示范，就是你写汉字读做富那巴达哦，会使。你写准端船端吼，端是端正伊端吼，你写准端嘛是会当读做富那巴达哦。所以因汉字就是你写学校，但是会当你若看到学校会当读做 school 哦，就那敢若我看到用曲船，我读做芳船相款有无？迄就是汉字诶读音会当安尼来运用。日本人做了真好诶示范，我伫咧即只学着吼，我其实伫咧学日本诶时阵，嘛毋是较早就晓，是后来定定咧现即日字典，我见哦，原来伊即个共一个汉字吼，毋是共一个日语音会当用无共诶汉字来写吼。啊，所以就是咱着对迄个汉字诶发音的迄种习惯着偷放出来吼。无咱都常常人甲你讲即个汉字袂当安尼读，袂当安尼读，啥有诶无一堆。好，转来到日志遮吼，咱甲读互煞。3月16号快艇 Clean Breadham 号已经互彻底修理好吼，修复两边诶船舷先搁加吼，你嘛会当讲船沿吼，拢该拆落来吼，先搁加改造甲搁较悬一丝啊。再有25个船员和9个士兵装备大炮和充分的作战兵器合约。再有5个月的粮食，伫咧今仔日出航要前往东京沿海，即是迄个越南吼，并且按照指令去攻击经过遐以及其他所在的葡萄牙船，看到就怕吼，较早诚歹吼，要尽可能来甲破坏。并且互因的江南贸易变成无结果。3月16，好，咱今日读到遮，我看一下笔记吼。好，笔记写啥吼？用曲船吼，就是芳船吼，以后就是安尼读吼。今仔日无够，无熟过，以后拄着。可能会感觉奇怪啦，但是读久就知啦吼。肥啊，1636年毕业哦，这个外科医生吼，外科医生是照抄尔，我就怪，就是我迄个外科医生下底注较田雄兄甲抄起来，互大家看吼。伊其中有写一个塔马拉教，塔马拉教是讲即个医生啊，即个外科医生伫1642年伫塔马拉教被谋杀，伫遐向刣死吼。塔马拉教讲是大巴六教，写汉字啊吼，大巴六教，塔马拉教吼，大巴六教，应该大巴啦，应该读做大巴六教。泰安部落就是原本卑南族8社年大巴六教吼，
台北六九社，台东县卑南乡，伫个台北六九山的山路山骹啦。上出名的人物就是张惠妹啦吼，张惠妹啊，张惠妹。一海里是1公里搁1.85公里吼，1英里是1.6公里吼，所以1海里比1英里搁较长吼，1.85公里吼。好，所以1海里1.85吼，各位甲我小斗记者吼，有时仔咱会读到内底讲海里吼。好，安尼今仔日读到遮拄好10点半，咱明仔载再过来继续吼。多谢田荣兄的笔记吼。好，感谢各位，今仔日咱读到遮，再会。好，拜拜。